即马若拄着廉价出国游览的人是愈来愈多，都有民众伫网络顶问大家，一家口仔3个人，若是有8万块的预算，是到菲律宾较好，也则是到垦丁来耍6天较赢咧？这个文章一个打出来，马上引发着论战。咱的记者实地去问这个旅行社，讲一个人若是有2万5的经费，会当到东南亚的国家，像去泰国、马来西亚，也则是去日本、韩国，拢是袂歹的选择。同款拢是日头海沙堡比基尼要飞到国外享受，或者是把钱留伫咧台湾，或尤其是上脑筋。有民众伫咧网络顶问，4月中一口罩3个人要出去耍，因为听讲出国较俗，简单查雾水行程，机票24300，前2暝住冰格旅店，剩的3暝是5000级饭店，拢总超3盘，跳岛含来回包车加食饭，22块钱费用，一抓落来8万块左右。来问大家，这个钱去垦丁耍6天，敢会住更较好？和网友拢伫咧讨论。台湾也常常去，但是苏我没有去过，而且搭飞机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出去国外，花了4万多块6天的行程，住的都是5星级、6星级的大饭店。因为肯定很无聊，台湾的房价我都已经不能接受了，我都会直接出国。肯定因为比较自由自在，至少自己的民情会比较好一点。以个人的感觉。菲律宾那边的治安是比较不好的。过来国外有人献小手，有人献豆腐。不过以旅行社推出行程来看，高雄出发5天，民众免惊。另外，可有招地当出团到韩国，泰国是推出体验水上活动，住伫咧豪华酒店，每晚3班。马来西亚同款嘛真好耍，钱若是个添一刷，可以当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同齐耍。2到3万块，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越南来讲也会蛮推荐，都会有包机的部分。日本的冲绳以现在来讲，可能包装4天5天，其实都有在3万块以内。垦丁地区的房价来看呢，星级饭店6天5夜不用超过2万元，那很多优质的民宿呢，6天5夜甚至不用到1万元。无论是国外或者是国内旅游，民众若是选择家己介意的行程，加上好心情，相信回忆是大碗个满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